數碼發現領域正在通過生成式引擎優化經歷前所未有嘅轉變，同傳統搜索方法唔同。Geo 將你嘅內容定位為當用戶尋求答案時被 AI 助手引用。呢種從以關鍵詞為中心到以答案為導向嘅發現嘅典範轉變，需要重新構想企業如何在線呈現信息。ChatGPT 同埋 Claude 等 AI 平台從多個來源綜合信息，喺對話式回應內引用權威參考。喺呢個生態系統中嘅成功，需要創建全面嘅事實性嘅內容，以建立清晰嘅主題權威。詳細嘅作品集展示、服務解釋同埋專業知識展示，成為 AI 系統評估來源可信度時嘅寶貴資產。跨電子商務、專業服務同埋技術領域嘅組織必須調整其內容策略。與其僅為搜索引擎算法進行優化，不如專注於創建真正有用嘅資源，使 AI 系統喺回答有關你行業嘅用戶查詢嘅時候自然地引用。準備好為 AI 驅動嘅發現進行優化咗咩？立即聯絡 Webcox， 了解我哋嘅 Geo 優化解決方案，如何為 AI 時代定位你嘅專業知識。